今仔日就较无出门，伫厝上班。若中昼顿、暗顿，阁有早起，拢伫厝内食。嘛，咱是出门，伫厝内会当做足侪代志，就一直做啊，听台语啊，有时阵听。我最近有听欢喜的物件，就是迄大埔即个社团。我听因线顶的免钱的会演讲应该是分享会。毋过咧，我想讲，实际上，免钱的就做好，因内底拢有足侪重点。若是爱钱的，就亲像讲，台语若免钱的，有可能就是演讲、读册会。毋过我认为，就做好因若学台语爱钱的，而且足贵的，有可能就是特别针对考认证即种甲你训练，而且内底拢是高人。有可能就万外箍啊，这就收钱就收较悬。若像这大埔的这个社团嘛是，因有2万5个，就是有一寡作业，阁有分组。上重要就是会当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，毋过有可能会爱阁另外收钱的款，可能一点钟500，抑是偌济，我是毋知。若讲会当用台语来安尼一个对一个讲，安尼我想我一定会参加。可惜就是欢喜的，就是即种有一好无两好。若较输讲今仔我想要学的是华语，安尼阁有一寡心灵的即种训练啊，安尼对我来讲就诚好。可惜咧，我要学的是台语，毋过台语啊，就是一般人无法度足顺的用台语来讲一寡资讯啊，即个心灵的辅导啊，讲做有路的物件是无法度完全用台语来讲。较有能力的，就是插几句啊，嘛会惊讲大家听无。这就是我想要拍拼的一个方向，就是讲会使用台语来讲。毋过这就是少数中的少数。若需要心灵方面的物件，即种对象呢，有可能会讲不爱讲台语啊。毋过这嘛无要紧，就是讲有价值，毋是在讲多数，诚侪人拢需要。若是少数，毋过诚有价值。这价值当然就是家己去看，家己认为有价值，伊就有价值啦。嘛听听因免钱的讲座，对我嘛有帮助，嘛有一寡嘛有一寡收获，嘛有一寡修成有一寡成果有一寡成果就是讲，毋哪会当运用伫婚姻内底。其实这道理是相通的啊。就是知影一个道理，其实拢会当运用伫足侪方面。若是我对这心灵方面的代志较了解，较有天分，我一听嘛是会当运用。
阮即马著是对学台语即件代志，著无即种爱做紧比别人搁较好。即马著甲即种想法甲伊放下。我认为著是豆豆仔练，慢慢练，有机会著加讲。亲像讲绘本读册，用台语读绘本即件代志。因为即马拢无啥物人甲我抢嘛，因为一个活动做久，大家都开始亚神，开始懒啦，就变做讲，拢是我的时间，我会当主讲。当然，主讲我嘛是有一个压力，就是爱去准备，毋过就想讲，我的台语就无够好咧。毋过咧，我即马就知影讲，有机会就去，就看无人去练即个时段，嘛惊讲即个团体就散去啊，拢无人讲得来练时间，当然就是散去啊。就若亲像讲有读册会，拢无人起来，敢若有老师带头的人一个人尔，两三届以后，当然这读册会就会散去，共款的道理。我就有练一个时间，而且呢，我选的绘本就是较简单。即马就知影讲，我实际上我去选绘本的理由，拢是讲，若讲有人用台语讲，安尼搁较好，而且莫讲大家拢找着。毋过即马想想的，就算我用别人讲过的，嘛无伫骹大家拢会足用心去网络上去找。毋过，我就去找一寡较无人注意的，用台语讲绘本，甲伊学起来。第二种方式呢，第二种选绘本的理由，就是讲，我较介意，就听的，我家己袂感觉无聊。我若家己拢感觉无聊，我就袂遐热心，无遐热心，当然爱选家己介意的物件。我就有开始调整，知影讲学台语、讲台语即件代志，阁有练台罗拼音、白话字，即种就是，我若讲能力甲别人比起来，无比别人搁较高，比别人搁较含慢，安尼我就是甲时间囥较长咧，对家己的要求莫正悬，莫定定感觉讲别人比我搁较学甲搁好、搁紧、搁正确，就莫安尼想，就认为讲，就家己见识，家己甲家己讲，无要紧啊，即个时间就拖较长咧。我用时间来换即种天分啊。这若亲像讲伫心灵，对家己心灵即种理解内底，我的天分是较悬的。我就变讲去听演讲，听的，就变做讲我伫别位所在听到类似的道理，我拢相通，我拢会通啦。毋过我相信讲，对一般人来讲，有可能就是心灵方面的，伊会较困难，去理解这物件，安怎都无法度理解。就是这世界是公平啊，有的人就是遮的能力较强，有的人
白讲拢足强，有分啊，有分悬低。即是有诶人较巧，会甲伊较敖诶所在去发挥。咱着看着伊诶优点。有诶人可能就是欠点，互人看着。毋过伊诶欠点是拄仔好，毋是讲是拄仔好伊伫别位实际上足厉害，毋过伊着一直去行伊无厉害即条路。当然，大家看到诶拢是欠点较济。有诶人着知影讲，若较无敖诶所在，着莫去接触，去发挥家己较厉害诶所在。对我来讲，就是讲，我若讲莫去想遐济，莫有即种比较诶心理。若亲像讲，有时阵 Clubhouse 时间短短啊，毋过若有人讲，你这讲无好势啊，爱改进。你即个发音，短短啊时间尔。毋过我心内就会讲我哪会安尼啦？我哪会一紧张我安怎就会后悔？这就是对家己可能自信阁无够济。自信无够诶时阵，就会因为别人讲诶话，别人对家己诶看法，就影响家己诶心情。毋过我即马就是讲会当加学。我知影这短短啊一个一个读册会啊，一个课程啊，团体课程，阁有团体课程，阁有啥物Clubhouse 短短即个时间一个舞台，这拢是过程尔。就是我为着定定接触台语，定定讲，就是找机会对拼音，台语的拼音会当加熟悉，较熟手的，就为着即个缘故，加听。这拢是去累积的，毋免着急，毋免想讲要拼第一。真正会讲，我著练遐久啊，哪会阁安怎安怎？这短短的时间实在是无意义啊！有诶人有可能上课诶时阵表现拢第一名，毋过咧，伊若无上课以后，就根本都袂记住，啊无就是无使用。我若讲家己有一个坚持、坚心，而且呢，我嘛摕来使用。若是安尼，一时有可能别人会晓，我袂晓，这拢是足短的时间，一种过程尔。希望讲家己会当渐渐去放下讲，若共款的时间无比别人搁较厚，不要紧，我着加开2倍、3倍时间，无人会甲你起笑，无人会问讲，你学偌久啊？你哪会安怎？无人遐无聊，会安尼想的人，敢若有家己尔，就是家己安尼想，就无法度接受家己。我相信讲，我安尼调整以后，我讲学台语、讲台语，就袂讲遐紧张，若袂讲，就是遐无放轻松。希望讲我会当用较轻松的
较有自信，较甲家己肯定的即种态度，安尼甲学台语的时间有长不要紧，有可能就是一世人拢讲到老，活到老啊。虽然我即马有可能讲甲也袂足顺，无法度讲规篇拢使用台语。毋过咧，这就是训练咯。有足侪人有可能食饭啊，简单的开讲，伊是会晓使用台语。伊台语嘛讲甲足正的，拢无即个迄腔口拢足水的。毋过伊嘛无去训练讲较复杂、较抽象的代志，使用台语。伊有可能想讲台语伊就会晓，伊就加去学别种语言，去看别种文章，也无就去做运动，有可能安尼。对伊来讲无稀奇，毋过咧，我若讲我有心，我就好好啊去学，甲时间悠长，为讲这腔口怪怪的，无这台语开，豆豆啊练，愈讲愈有台语开，安尼毋是诚好呢？就毋免去形成讲，有个人细汉有讲，即马一开喙，讲的拢是袂歹台语。毋过想想的，伊安尼的人，犹原无法度用台语去讲规篇较抽象。讲举一个例，绝对无法度使用台语来演讲。一寡专有名词啊，一寡较专业的物件，无法度搪塞，迄头脑是无法度安尼搪塞。这就需要透过训练。毋过有偌济人拢无搁训练家己的台语啊。我相信讲，莫一直爱转变我的心态，莫一直甲重点放伫讲我不如别人，我搁欠偌济，莫甲即个重点放伫即个所在。我需要的就是讲，今仔听到什物台语真好，爱记会牢，记袂牢嘛无要紧，就加听几摆，安尼我的台语就变思考诚济。嘛渐渐看台路啊，看白话字，愈看愈惯势。一时有讲较无爱看，甲中文看中文的速度是差诚济。毋过这拢是会当豆豆仔训练。有一个目标，安尼其实诚好啦。就莫互家己足大的压力，用讲台语学甲比人搁较紧，搁较好，搁较斗搭，来当做家己的价值所在。无需要安尼。我的价值伫讲，我会使运用讲，我若听身心灵，是讲婚姻，讲什物大宝，伊安怎赶走细姨，等等的即种身心灵，听的嘛会当运用伫台语方面，学台语啊，坚持讲台语，吹煞台语方面，这就是我价值无共款的所在。甲我的价值放伫心灵方面的，莫放伫讲谁讲啊较好。若讲较好，伊家己无认同，迄哪有效咧？我嘛无需要甲家己的价值放伫什物人
有甲我学落。我若讲平常时有训练即种心情，相信讲我著毋惊讲伫工课上有啥物人讲我做甲袂歹，我哪会遐糊涂，哪会遐无势利，著即种形容词有可能对我来讲著无啥意义。我著知影讲我伫咧上班，我伫咧创啥，我的价值伫倒位。希望讲我拢会当运用，甲即种运用的方式甲伊学起来。希望会当互家己有后一个阶段，去训练家己。训练毋是讲训练讲即台语讲啊偌好，会当去考认证，别人考袂牢，我考会牢，毋是即种训练。所谓的训练，就是讲我听着一寡道理，无就是家己去想一寡道理，会当摕来运用讲我甲阮翁斗阵的一寡道理，阁有讲学台语方面，我的心理的状态，阁有讲上班啊，伫咧公司啊，无就是平常时，你若伫咧群组，看希望大家有啥物回应，毋过有失望，即个时阵嘛会使摕来训练讲，这哪会要紧？哪有需要讲一直去看别人，看有啥物人甲骄傲，家己的价值毋是遐简单，遐简单就会当收买啊。有一个人饲一个表情，就收买家己的价值；一个人屁秀家己，凊彩讲一寡足咸的话，就互家己变做无价值。安尼来讲，家己的价值实在是足脆弱的。就是加运用即种心灵的道理，来使家己的生活较稳，心灵较安定。就是安尼。